今朝阿拉沈老师屋里吃年夜饭，每人夹过来，啥开心不要。侬看见伐？搿搭还有了，关键是沈老师个菜烧得好。菜呢，阿拉迭个是一小部分，还有一大部分后头上来。迭个年夜饭呢有意义个，啥道理？2人2世人，一年谢谢阿拉迭个观众朋友们对阿拉石库门小生个大力个支持。对吧？那么呢，关键个问题呢，马上过年了。过年呢，阿拉就是石库门小生搿部船啊，要重新起航。船啊，这部船根本船票哪能呢？这一张石库门票，当然是石库门票，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侬勿会了，接不到了。月落乌啼。哎，没了，就是新年，阿拉继续初三、初四、初五，对吧？中国节堂，得大家拜年，新年好。慢慢叫，阿拉今朝菜介许多，那么酒没啊？酒不石库门老酒呀，石库门老酒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